你好，歡迎你，我係619，為你聲音導航。2025年11月26號下晝2點51分，大埔宏福花園一場大火，焚燒咗足足43小時。呢場火吞噬咗168位街坊、工人同消防員嘅生命，令79人受傷，超過1900戶、近4000居民嘅家園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我哋成個城市嘅心都被燒穿咗一個大窿，好諷刺。最初只係宏昌閣外牆棚架一處小火苗，但幾分鐘內借住風勢，由1座蔓延到7座。點解可以咁快？調查發現，涉事承辦商為咗慳大約11萬，用咗大量唔合阻燃標準嘅棚網，甚至有人為咗魚目混珠，只喺棚腳位置裝咗少少合格棚網做樣。更可惡嘅係，有單位嘅通風窗被易燃嘅發泡膠板封死，呢啲物料成為咗最快最致命嘅燃料。災難發生，更多荒誕浮現。有居民話火燭嗰陣冇聽到火警鐘響。我哋住嘅究竟係一個現代化城市，定係一個結構脆弱嘅火柴盒？大火之後，網絡流傳一張名為 Hong Kong Force 嘅光明卡，卡上面畫住一條全身着火嘅龍，被指預言今次事件。我唔評論呢啲係咪巧合，但係我想講，真正嘅預言其實一早寫喺我哋制度漏洞同僥倖心理入面，只係我哋一直選擇視而不見。宏福苑大火唔係意外，係人禍嘅總和。獨立調查委員會嘅首席大律師已經講得明明白白，現階段證據顯示有一系列不可接受、不容忽視嘅結構性問題。呢啲問題就係我哋城市嘅致命缺陷。面對巨大傷痛，社會各界嘅支援係冰冷中嘅一點溫暖，但係金錢同物資醫唔到心靈上嘅創傷，亦解唔開未來嘅困局。近4000名災民而家散落喺不同嘅過渡性房屋同酒店，政府問佢哋想政府現金回購單位定係樓換樓，但回購價未必夠買返同等單位，樓換樓又可能面積縮水，地點遙遠。有年輕業主直言呢個係神經病嘅選擇，更有居民對原址有心理陰影，但政府又話原址重建可能要等10年，甚至暗示可能唔起住宅。家唔只係一個地址，係記憶，係社區網絡同生活嘅全部。而家佢哋連選擇點樣重建自己個家都充滿無力同不確定。有居民坦言，其實我哋講乜，政府都唔保證一定會聽。所以我哋必須要問，點解總係要等到血流成河先識得檢討？一、監管去咗邊？由棚網物料到發泡膠封窗，咁明顯嘅危險點，點解可以喺號稱有監管嘅大型維修工程中過關？委員會已指出，要檢視招標程序、圍標問題同監管制度。我哋係咪需要引入更獨立、更頻密嘅第三方抽查？二、城市規劃有冇為災難做準備？香港樓越起越高，越起越密，但消防雲梯嘅極限係幾多？當成個屋苑外牆都係棚架同圍網，我哋嘅救援能力係咪追得上？更荒謬嘅係，好多屋苑嘅緊急車輛通道設計狹窄，轉彎位緊迫，連基本嘅大型雲梯車都難以進入，莫講話應付更高層嘅火警。點解喺規劃密度咁高嘅大型屋苑時，連最基本嘅救援通道標準都匹配唔到實際嘅消防需求？城市設計同緊急應變規劃究竟有冇真正整合，定只係紙上談兵，到災難嚟臨時先發現一切已經太遲？三、文化問題，我哋係凡夫為果定係菩薩為因？日本係地震區，佢哋嘅建築由設計開始就要考慮防震。我哋香港密集嘅高樓維修工程周時發生，我哋有冇俾預防火災蔓延放到同等重要嘅位置？定係永遠心存僥倖，覺得唔會咁黑仔？我哋可否參考其他高密度城市，建立更嚴格嘅外牆工程防火標準同物料認證制度？大火燒出嘅係一條簡單到殘酷嘅等式，馬虎苟且嘅制度，加
將成本壓到最低嘅心態，等於無法挽回嘅生命代價。悼念逝者唔只係獻花，援助生還者唔只係派錢，最重要嘅悼念同援助係我哋全社會，尤其係掌有規劃同監管權力嘅人，要從制度根源上切斷悲劇重演嘅可能。獨立調查委員會承諾會公開證據同聆訊，作為市民，我哋要睜大眼睛，呢場調查唔可以不了了之，最終報告唔可以得堆冇牙力嘅建議。我哋懷念嗰168位逝者，最好嘅方式就係將佢哋用生命換嚟嘅教訓死死釘喺我哋城市嘅發展藍圖上，要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補鑊思維，轉向防範於未然嘅根本規劃與執行力。香港人嘅命唔係草芥，我哋嘅家應該係安全嘅堡壘，而唔係等待燃點嘅燃料。呢場大火應該係我哋最後一堂用血淚上嘅安全課。祝福大家！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歡迎你留言、讚好、訂閱、分享。我係619，多謝你。